開始嘅時候大圖位置依然喺嗰個震盪區之間啦，225同埋250之間，放細啲日線圖，價格上咗嚟25000之後做個回測，咁啊有一個雙行震盪啦，變一個長方形嘅橫行，咁然後連續幾支陽燭再收返上嚟，又進入咗個長方形嘅橫行，變咗一個具方向嘅橫行啦。咁然後具方向橫行入邊呢，都可以見到之前早段時間呢度有個長方形橫行，落返嚟下邊呢個4小時圖禁區裂口位，做個2B 假突破抽返上嚟，陽燭具一定嘅動能，連續10姿勢嗰啲摧毀咗下跌嗰個結構，仲有個 high，咁啊冇一個比較深回調，都係淺回調，跟住就連續向上嘅。咁咪到咗前面嗰個前頂位置239左右，咁啊出咗個少少嘅連續嘅陰燭，咁但係冇打穿呢個上升最後禁區，咁然後呢個位置啦，踩返個突破上嚟嗰個位置，fine tune 一下都見到呢個係前面呢個頂嗰個位置咯，一腳兩腳。咁樣嘅，係啦。開始嘅時候係咁樣，咁上咪變返個頂嘅咯。呢個前頂24000，咁啊價格咧就係咗呢個橫行頂部突破上嚟呢個突破位，同埋上一個時間係兩腳個位置。咁你可以留意到呢度個橫區嘅底部做一個2B 抽針，上呢下唔係特別大力，咁但係喺夜期嗰兩下拉升都比較有力啲嘅。價格停喺個跌段嘅618，同埋呢個禁區位置咯，M30禁區。咁呢個位置咯，暫時就先當一個橫行看待，一頂一底兩頂一底，咁落嚟呢段上去嘅動能俾跌落嘅動能抵消咗啦，咁啊冇一個順勢觸發嗰個上升趨勢啦，咁做嗰個橫行。咁啊，暫時價格咧就停咗喺呢個618位置，兼且呢個換中軸位。好，咁啊，然後 fine tune 少少啦，咁呢個就呢個位置係嗰個 M30禁區啦，綠色區域。915嘅時候向上，呢個 delete 咗先。M30禁區喺呢度開市嘅時候，915向上突破，變咗一個禁區位置。咁佢個橫行中間互換位呢度做一個突破啦，咁但係都有睇佢呢個係真突破定假突破，咁要視乎翻佢落嚟嗰個回調嘅幅度同埋速度啦。咁就會見到一個180位置有個禁區啦。930一開，跟住向上收針，跟住衝落嚟，食穿咗嗰個動能。咁當時會諗喺一個大圖位置，呢個位置攞呢一段做掛盤嘅。咁呢個位置攞呢個突破位置咯，同一時間係嗰個橫行中軸位置啦，守翻下邊發力上嚟嘅位置，咁呢就做個掛盤。
咁佢又冇落到咁深，就呢度踩踩呢個細嘅禁區咧，就連續向上。到咗前頂嘅時候，有啲減速，咁啊同一時間都見到呢個禁區由呢度變成一個呢個禁區位置啦。由呢個慢慢摁穿嘅方式穿咗嗰個支持位置嘅，嗰個阻力位置嘅。再講返牛熊啊，今朝嗰個牛熊咧係上方個熊證比較近咧，241、242、243啦，下邊牛證係比較遠啲，235，咁所以其實係近上面優先打上先嘅。咁而突破呢個位置嘅時候，其實上邊上方就係吉嘅啦已經。咁充其量呢個位置咧，都係一個4小時圖禁區同埋一個橫行嘅中軸。咁但係之前呢度點咗一次，第二次，依家點第三次，個力量相對係弱噶啦。再上應該就係呢啲位置245啊，或者係25,000點嗰啲位置咯。咁所以呢個位咧，其實就係會預估係會向上突破爆開嘅。再加上喺下方做個二 B 啦，呢個橫行下方做咗二 B 衝上呢段動能都係連續嘅。陽燭嘅動能係為主，落去嘅陰燭勢力，咁所以你都係向上打噶啦。咁關鍵在於係揾咩位置去切入去買升比較有優勢同有利。咁呢個位置就 miss 咗啦，因為詐記佢喺個頂部有機會陰燭落返嚟做個二 B，咁就 miss 咗呢一槍。咁見佢動能連續向上上咗嚟嘅時候咧，咁啊都會參考佢攞呢段。呢個細位同埋同一時間喺嗰個有禁區有突破位置，咁呢度做個掛盤嘅。咁啊得就佢冇落到你落到掛嗰個位置咧，就揩揩呢個禁區嘅邊皮，其實都未正式 hit 得到添。咁就做個窄幅嘅橫行，之後就向上突破啦。咁啊24,100係使一個其中一個紅證啦。咁可以見到呢個位置係個橫行，橫行中間咧有個中軸啦。咁然之後呢度有個禁區，上升禁區共鳴180。咁但係覺得呢個位置切入嗰個感覺唔係太靚，因為空間啊或者各方面，我都係就記佢有機會落返嚟二 B 打返呢啲位置先再上，同埋係攞佢大段618啦。咁所以就冇喺呢個位做切入啦，因為佢再踩返呢個橫行頂啊，就又再上。咁上呢啲位嘅時候，其實差唔多橫行1比1嘅啦。係啦，咁啊 hit，跟住就開始見到陰燭啦，連續落嚟嘅陰燭有少少力量，咁就係踩返呢個橫行嘅頂部同你禁區啦，然後再上去。呢個段能第一段有機會係做個上升的回調啊，或者個橫行具方向橫行。咁啊比較咗呢一段同埋之前嗰段咧，都可以明顯見到一個長方嘅橫行開始轉咗個具有方向嘅下行通道啦。呢度再上一上嚟啦，最後第三次掂呢個禁區，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上嚟，好，咁呢個冇再做一個嗨嗨，然之後呢度就連續落嚟之後，再陽燭回踩返呢個橫行嘅，再回踩返呢個橫行嘅底咯，跟住就呢個掛咗喺度
就 hit 入咗。當時係因為做緊其他嘢啦，就冇睇到呢個位置，所以就冇取消掛盤。縱觀嘅話，如果攞個全段嘅，咁 suppose 應該係下邊嗰啲攞大段嘅618呢個禁區啊，會更加靚。呢個禁區入可以守到個橫行中軸下邊，咁呢上去之後就冇呢個取消咗啦。佢 hit 到之後有啲反應嘅，咁但係呢，就跟住做個換位置啦，向下突破，跟住再支持變阻力方式，咁就入咗去啦。咁啊，去到晏晝開嘅時候就啱啱打咗個 SL，然後呢，再輕輕踩一踩呢個禁區7點半嘅時候，呢度個動能依然都係陰燭為主導嘅，咁但係見到佢力量開始衰減咗，有個巨方向下啦，變咗個長方形同埋楔形。1點52分開始連續兩支向上，三支向上嘅陽燭，見到步步咁升穿咗之後呢，咁我就選擇咗呢個突破個位置啦，同埋618位置呢個位置做個掛盤，收翻個2B 位置。咁佢上嚟嘅時候，咁成段大圖嚟睇呢，咁佢有機會係做個旗形啦，或者呢段就618啦，或者再大段啲。向上打嘅原因都係因為佢上方比較急，同埋個紅線比較多啲，而且結構上呢都係向上為主導，加上動能大圖嘅動能配合嘅，咁所以揀細圖位置切入啦。咁呢個位置掛盤618突破區，呢個橫行嘅突破區。咁佢又呢，就最後佢係踩呢個位置，呢個長成個大嘅橫行位置，一腳兩腳做個跌停洞吞沒，跟住延續向上，今日到咗頂，咁做咗上邊之後，呢個就取消啦。咁基本上晏晝就冇乜特別啦。Suppose 都係向上打噶啦，係啦，因為上邊個紅線比較多啲。問題係取決於佢究竟係用咩嘅回調方式落嚟，再坐到上去啫。回顧翻今日嘅 trade 啦，咁啊開市嘅時候嗰個分析都係差啲啲啦，因為冇諗到呢個位置係嗰個呢個位置個禁區已經即時有反應上返嚟。咁啊，第二就去到呢個位置嘅時候，咁掛盤，如果佢個動能已經改變咗，係一個吸貨之後派貨之後再咁樣落嚟咧，其實個趨勢已經係由上升斜跟住橫到向下，咁呢個位置入就唔係咁靚噶啦。咁選擇個位置上應該保守啲，下方再入啦。咁呢個掛盤應該 suppose 係取消啦。咁去到後邊就啱啱打咗 SL，呢個操作上面可能都要調整下，譬如當切入咗之後，究竟有冇機會再個走勢，隨住個走勢，跟住再 fine tune 下嗰個切入嗰個 SL 個位置擺位，會更加好啦。因為就算呢個入咗，佢落咗嚟，都未否定到成段嘅上升趨勢。咁呢個即使上晝嗰個打法，就應該要重新評估同調整過，先至再
就你去落注同埋擺位咯。咁呢個擺就擺得唔靚嘅。咁就後邊呢個位置上到去之後呢，就做掛盤一個合理操作啦。咁啊，因為佢只係冇回調得咁深，咁最後踩到呢個大嘅橫上面嗰個橫行個突破區，但思路上面都 OK 嘅，都係依然向上打為主。如果佢要跌嘅話，咁佢就 suppose 應該喺呢個位置橫行頂度二 B 衝嚟摧毀晒呢啲結構，同埋再回踩翻呢一個橫行頂嘅時候，應該做二 B 回測再落啦。咁如果佢最後再懟咗上去嘅話呢，咁就已經唔係一個下跌嗰個方向，咁就係優先向上打咯。咁目前呢個位置上面上到嚟嘅時候，咁暫時都係會有一個新嘅橫行區啦。當呢個位置係兩頂兩底咯，咁呢個前頂就變一個橫行嘅中軸。大啲 time frame 嘅部署咧，都係可以呢個橫行區嘅中軸同一時間共鳴呢個618有個禁區，呢個位置可以選擇做個切入，然之後再打上邊咁。今日就分析咁多啦，都算係都算滿意嘅呢個操作，係呢個做緊嘢做功課冇辦法。開始時候入嗰個位置冇入係比較謹慎啲，因為就忌佢上面雙頂落翻嚟，咁啊冇乜特別啦。今日就係好完啦。